为少年福，公主对话，一坐住翁，少年福，一翁坐住一，少年不福。大公文法，何为少年福？公主对话，一坐住翁，少年福，一翁坐住一。少年不福，大公文法，何为少年福？公主对话，一坐住翁，少年福，一翁坐住一，少年不福。那个记者报告哈，大家注意了没？又聊来，不要讲。各位先生，大家晚安。晚安。高中大公文法，何为少年福？公主对话，一坐住翁，少年福，一翁坐住一，少年不福。春秋时代这个老辈，公主你们说这春秋时代，因为见所以乱。那么真济老人拢一直有这款那个力量。就像讲公主，这是学问，学问高深的人，政治理念真好，伊用天真思考者。来做治国的原则的人，如果伊向国君提出谗言，也会当得到开了，伊的话，拢是讲甲支持迄款的国君的意思，人家讲啊拢无因为国君爱啥？爱团结，爱纠结，爱消炎相宜。爱连行同心，在团在他的人，他会当讲要听公主的意见。这个多爱公之夫是罗定公，现在咱这个罗公或者是罗爱公，因为老家叫做罗定公。那么伊老爸罗定公在世的时阵啊，公主不为重用，伊来用这个大司寇的职务来给公主，而且去授权公主当做宰相的职权。那么公主伫做大司寇的3个月内面，伊的建议风气需要足大的变化，生理人呢，拢唔敢无嘅开关这个计程，一般这个公司嘅，路上不识途，然后人当物件，无人自觉骗人，那么沿岸自己困呢，嘛唔免欢迎，所以伫迄个时阵啊。世界外面外国的遐世界，来到这个鲁国的时阵，大家拢会支持这个鲁国人民的大教授，所以是鲁国的思想最文明的时期。大司寇，公主当大司寇的比例的一段时间，就是鲁国思想最文明的时期。那么这罗定公啊，本来交公主有去听话就对了，听我公主的意见。毋过忽然间自然讲无上调，无上班就对了。那么有人讲破病啊，
控制就想讲，我无咧甲探问的对安尼，伊就去看即个武功，但是呢，因去到位呢，拢受着咱们阻挡，那么控制就感觉真奇怪啦。前几日啊，这个武功就啊，佫调啊，头仔日笑咧，咱拢较容易讲挂天为起，哦，啊，佫唔愿去探望。控制一时也是暗天，结果互伊大只一惊，就是讲老君，这个老电风无上条的原因就是看病是定在美食中，所以连续3日不上条，第4日上条的时阵，面容讲真憔悴，真尖。控制无客气来讲咱现在国家刚开始用过呢，以前慢慢唔通中中国的计策，去订阅这个知识，来传配了国事。这个老地方加入控制来提出这款的概念的时阵呢，本来伊还有笑容听着即句话了迄真是奇个听起来是边迄个胆小畏平主，就出名的，状况就讲大师讲，你里面小姐大事国君为国家百姓先得拄对啦，讲就一个敢有啥物要紧？控制本来想要甲讲话啦，控制本来就是做问题伊来讲都做无紧，但不多地方听得足不耐烦就对啦。伊就讲我们的身体无爽快啦，这条，就安尼大家不欢而散。那么为当结果也上来40名的这个花枝条件的理由来讨论，这原来是结果对控制的一个真大阴谋。结果伊较强，伊落后边但是不是要欺负这个老国，怎老君使用这个控制这大数后了后，国家拢改变。所以强大所以这结果他就不担心，所以就想要设计的足大阴谋。那么这个揭露中国，因中国是拢有啥爱卖关系的，当时要调了遮频道，当时就要甲你降一个土地啦。所以揭露中国。拢有一款问题存在，咱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因就是这个接国机会这个点引，就是咱从美国交日本但是讲美国要交大陆大家卖相杀来抢这个和平交流安尼啦。那么以这个接国机会的时阵。因这国嘛，想用单节来这个对付这个老君，所以帮助伫这个接国机会去互老君甲派来做单纯的行为，伊而且嘛提升这政治的地位，帮助一部书来应付这国继续来这办法，将因这个阴谋来拍破，这个阴谋丢脸，也是安尼可以足见效，而且伫迄交易中在签的时阵呢，控制嘛叫对方咱这和平你继续将阮老国的三个土地你嘛爱会使，若不你就违反这个条约。所以安这份就互帮助你甲科技这个来这原来是一般个结果清将老国的土地，做个给帮助的个。那么
这个这个分红啊，看控制也要担任这个大出口的时候，哦，那是难对啊。伊即马是就是讲，安尼互伊继续担任大出口的去，即马这个老国是哪来哪强？咱这个这个国吼，安尼吼会去受着足大的影响，安尼。那么因这个这个代志就做咧推推。啊，就是研究讲，这个安怎来个从这个大出口，由这个裸婚的关系来用摆，那么其中有一个担心，较早比这个接国机会的时阵就咱提出各种计策建立这个监控来使用，毋过做拢失败，所以这个担心这个。去互这个地方讲10年到14年，但是这边为着要上讲鼓励，伊又开始迄个，伊讲用这个语言嘅来实现裸婚交公主的关系。这警方认为讲买嘛是好办法啦，就派足个水的马车。再有变成这个利润，透过这个真高普遍的这个单项贵点数，裸婚的单项贵点数，这这个普遍呢，若有责任的伊拢唔做，若说他们伊就咱亲近这个裸婚，所以伊就从这个好康的费用的利润，通过我这个裸婚，那么裸婚本来大是有知影这个地方讲出记录，足漂亮的。无想到讲，这个国就是咱当这10年记录来，讲伫遐安尼生活非常的欢喜。所以从这记录来接以后，中了后，从处这个裸婚天天因为这个温柔乡，也咧认真作乐。无要用证书，也要天天高明，因为他呢生病不上调，所以开始从此开始，他讲这个伊这个裸婚是经济路线，从此嘛，伊就解释不管伊的建中去看做这个裸婚。但是换掉不好，裸婚的婚用，以个人来讲是这个享受啦，毋是对老百姓来讲，也是不强调咱这个实质。这就是讲在国安全内面，更加警方所现的语言向分享的分红。骗你裸婚这个伊就是讲骗人考试嘛，所以讲出一点看中，这是因伫个会中大家讨论去，伊就讲上礼物去，裸婚伊就去因水伊去内面，国家的代志不分，那么讲出一点去甲犯做，若安尼来呢，交这个分红的关键一定会产生。愈来愈大的这个热情变化。那么结果，离间裸国国分甲控制的目的，就是安尼真简单用美女来解决这个目的。那么罗定公要单雄贵人数，对控制不再信任嘛？因为控制讲甲做动这个裸婚。这快乐的，所以这个控制嘛坚持有比美国的一样，无要配这个裸婚，所以引起多不满，甚至想要把这个控制来赶出国。那么控制刚刚在这个裸国已经无安全之内，因来迄个提出讲我最大的愿望甲理想的。伫裸国已经无法实现啦，我咧
去到别个国家来了讲，那么第3天后，公主甲地主就出发，开始周游列国。公主54岁周游列国第3，公主不在朝，老君继续担任这个主席。所以大权啊，老君的大权，拢拢是伊的本意的进行的大权，这大权拢是喺政权权利，所以我本来真强大的国家，渐渐受到这个发现周围结果，俄国、英国、布拉国，来打回三角，但是这改革这些我给。那过去1年时间的高，人工多人工用发出条件，加工会到多就经济到工，无论这些